来关心第二来消息，依照内政部资料估计，今年民众饲鸟、饲狗的数量共有到296万只，这比15岁以下囡仔更较济，加偌济加10外万，讲起来是有够罕。啊，依然有设一个统一的专属的个别的火化设备，互因的性命最后呢，更较有尊严。宜兰县长林姿妙伫清明年假前特别去巡视，嘛陪伴这统一的主人。啊，长期你关心这动物权益的艺人杨怀民嘛，感觉讲安尼做有一个专属设备，真大心。 双手合掌，送心爱宝贝动物行上尾一段路，心肝内有乱感，嘛是爱休息。宜兰县长林姿妙亲身来放药所陪伴主人，给人安慰。嘛，跟他像咱的囝同款，所以从出生到终了，咱拢爱个照顾。 含厝的人作为陪伴，依然是少数县市嘛打造宝贝动物的火化设备，希望因伫咧生命中行到尾啊，会当受到重视含尊严的对待。 往生贝的功能就是可以去除它这个动物过去的业障，那也希望它未来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生命。 这嘛有无共春秋的做观察，除了常在看到的狗仔、猫仔，食做7年外，毛主人送鸟仔、鸟鼠，或者是巴西古来，火化申请超过1600只，是头一年的5倍多。路上哈有猫啊、只狗啊哈，车动着哈，过世的哈，大部分拢送来遮。 长期处于动物权益的艺人杨怀民，嘛感觉这个设备真大心，互宜兰的在地主人唔免阁走去外县市，地当含心爱的宝贝动物好好休息。